关心高雄三明区的原经理、正经理的百姓，顶一届市九做大水，这届听讲日期马风台又搁要来，百姓甲里长大拢真顶真，一寡民众老早就甲家具两互悬，惊讲万不利若是淹水。另外，里长嘛咧人面册铺文，提醒有需要的民众会当来到区公所领沙包。风台要来淹大水的哦，嘛洗机啊。日记马风台来高雄三明区原行里长唔敢放放风，7号下晡就出动，一家拢问提醒民众爱做好准备，因为顶个月719做大水，真正是惊到啊！一日半暝你所在淹啊你人走袂出去。阿伯看甲真开，毋过隔壁工厂的头家足紧张的，顶个月巷仔做大水，淹入去工厂，会当调起来，就像安尼来处理。调袂起来，机器就干来当互水淹，上少损失30万。固定关度尔，淹伤悬嘛，无法度动啊，嘛是拢会淹着啊。这号嘛共款淹甲惊，房紧直接退互悬。这头正10通，问讲看有沙包，这后壁这是进前用沙包地，一边淹水了，水利局来叫因2天后就甲先暂时先空起来。甲原行里长共款，无因咧做风台准备的，还有正行里长辛秀玲。但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，因为我担心的是那个台风过后的那个强降雨。顶个月因为伊的里做大水，甲高雄市长韩国瑜对下，7号早起伊就伫人面册铺文提醒，有爱刷包的民众会当去区公所领，毋过也是希望这个物件会当拢卖用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